今仔日是228纪念日78周年。今年中央政府的纪念仪式办伫咧台北，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，这嘛是伊头一届以总统的身份主持纪念活动。为何只有受害者并无加害者？受害真相为何悠然不明？这款的代志，除了无法度完全告慰受难者以及家属。 社会嘛无法度得到真正和解，所以未来我本人都院长、行政院相关部会应该爱协助咱228基金会，所这几年来社会各界伫转型正义，特别是加害者的资料这部分，应该一一 完整互社会知影，应该迄案政府责任无法度通推卸。今仔日我代表政府向林家道歉。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，头一届主持228的纪念活动。总统毋但到场和228受难者的家属互动，致辞的时嘛讲到45年前2月28林家血案。 总统讲，政府嘛有责任，代表政府甲林家回息礼。那赖总统嘛答应未来会拼紧开放政治档案，落实转型正义，让228这款不幸的历史事件袂阁再发生。